坐吧。不用了，我要借50万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能借给你。我是跟秦盛生借，不是跟你借。秦总把整个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了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打电话给他。我忘记跟你说了，他现在应该是在飞机上。你耍我？秦董，我明白你想跟女儿示好，可是这个钱不能给，至少不能给的这么容易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零沃回家，还是到大龙上班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就要按照我的节奏走。林沃，我们谈个条件吧。又想逼我跟秦盛生低头？做梦！钱我不借了。好呀。没有麻烦事儿，皆大欢喜。至于有些人，只能怪他自己想不开，活该认命。我老公的手术需要很大一笔费用，而且保险公司也不肯承担理赔。说吧，什么条件5个月，入职大龙5个月，抵消这笔借款。想清楚再做选择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 ？5个月就5个月，但钱我马上就要，越快越好。1个月10万的薪资，放眼全国，那也是精英中的精英，你不吃亏。把你刚才说的写下来，我要白纸黑字签合约。还有什么是你没想到的？我跟你一样，习惯提前想好所有的事情。我有预感，这会是一次不错的经历。欢迎加入大龙。 1天时间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其实我是金融界隐藏的金牌操盘手。昨天晚上我买了一只股票，一夜之间就赚了这么多钱。我看起来很好骗吗？哎，反正我没偷没抢，这钱是干净的，我不会给万总和芳华姐惹麻烦的。麻烦说下密码。嗯。哎，不是50万吗？怎么是30万？是啊，有人今早付了20万，他说剩下他会再想办法。你们不是一起的吗？啊？那是什么人啊？不知道，当时不是我值班。那你们有那个记录吗？可以查一下。稍等一下，我查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他没有留下姓名。那会不会是我们公司善心大发把钱缴了？不可能，如果是摩天的话，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万太太。那会是谁呢？谢谢。林小姐，我提醒过你不要掺和进去这件事情，你现在还有脱身的机会。他？怎么可能啊！这人昨天才大闹过医院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我没有。还有剩的，你赶紧拿去把房租交了吧。